哦。珊珊，王老师想跟你说的是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去潘老师的病房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是想去照顾潘老师啊。潘老师由我来照顾。可我还是希望能帮你做点什么。谢谢你，珊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别人打扰。对于我来说，潘老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他这一部分，我不希望别人来干涉。那我呢？我是你生命中的哪一部分啊？我现在没法回答你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答我呀？行了，我懂了。